好啦，體能嘅活動同埋熱量嘅消耗咧，呢度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好啦，其實做運動咧可以令我哋身體咧額外去消耗我哋嘅卡路里啦，我哋嘅熱量啦，咁有助我哋嘅體重嘅控制同埋我哋自身嘅健康。但係咧，你消耗嘅熱量嘅多少咧，其實要視乎翻你嘅運動嘅種類啦、你嘅強度、你嘅時間同埋你本身嘅重量等等嘅因素而去改變嘅喎。就唔係話我今日同小明一齊去跑1公里，而大家嘅消耗量會唔會一樣呢？其實就唔會一樣嘅，因為大家個強度啊、時間啊、個體重都有唔同嘅。好，但係呢度咧講一個簡單嘅原理就係話，當你運動量越高越多嘅時候咧，其實你消耗嘅卡路里就會越多噶啦。假設我今日跑步30分鐘，大家可以諗下啦，跑步30分鐘同你行路30分鐘，邊一個會消耗更加多嘅熱量呢？冇錯啦，就係你，當然係你跑步消耗得更加多啦，因為個強度比較高，係咪？好啦，俾一個一般嘅數字俾大家慢慢摸到個概念，就係話假設以一個70公斤嘅成年人嚟計，佢大概係154磅度啦，佢快步行半個鐘頭，佢可以消耗到140卡嘅卡路里。佢跳舞嘅有啲律感、有啲動感嘅跳舞嘅話咧，就30分鐘咧可以消耗到更加多，就165分鐘。咁換言之就話，當你運動強度越高，時間越長，你本身體重越重嘅話咧，其實相應上咧，你消耗咧就會更加多啦。好啦，咁啊，嗰啲咩大卡又點樣計咧？咁呢度有少少一啲個概念圖俾大家睇，就係啲食物真實嘅熱量嘅拆解啦。其實一罐嘅汽水啊，355毫升咧，就等於係150大卡啦。一個中型嘅香蕉咧，就大概係105大卡。好啦，一啲運動嘅種類啦，咁大家都可能都會聽過啦。其實運動咧分咗幾大類嘅，咁每一種咧都有唔同嘅例子同埋一啲嘅好處嘅喎。咁最常聽到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啦，就叫做大氧運動，或者有啲人叫做有氧嘅運動啦。咁有啲咩嘅例子？譬如你急步行啦、跑步啦、踩單車、游水、跳繩啊、跳舞啊、打籃球咧，呢啲全部都係大氧運動嚟嘅喎，係一啲連續性嘅運動嚟嘅喎。而佢嘅目標、佢嘅目的係咩咧？就可以提升你嘅心肺功能同埋你嘅耐力嘅。好啦，第二啦，肌力嘅訓練，一啲阻力嘅訓練，例子包括啲咩啊？我哋去可能啲健身室舉下啲啞鈴啊，喺屋企做下啲掌上壓、深蹲、淺蹲，或者你會用到啲橡筋帶啊、拉力帶啊，做一啲人體上升嘅動作啊，呢啲咧相關嘅肌肉訓練咧，其實都係增強緊你嘅肌肉啦，預防流失啦，同埋提升你嘅新陳代謝嘅。好啦，第三啦，一啲柔韌度同埋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啦。咁最出名嘅例子就係瑜伽啦、普拉提啦、拉筋啊、太極啊等等啦。咁呢啲運動咧嘅目的係咩咧？就係改善你嘅柔軟度，同埋咧減低你受傷嘅風險。咁呢啲咧，以下呢3項咧，就可能少啲人聽到，咁啊，我呢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啲平衡嘅訓練啦。咁例子譬如單腳企啊、太極啊，或者部分嘅瑜伽嘅動作啦。咁佢主要嘅目的咧，係增強你嘅穩定性、你嘅平衡力啦，同埋預防跌倒嘅。另外啦，我哋叫做咧 HIIT 咧，就係高強度歇式嘅運動啦。譬如你例子就係話，我用一啲嘅快跑配合啲慢走，做一個交替啦，或者做一啲跳躍深蹲啦。交替去做啦，短時間內咧，我哋去希望咧燃燒到我哋大量嘅卡路里咧，提升我哋心肺功能同埋耐力嘅。好啦，咁第六咧，一啲功能性嘅訓練啦，譬如一啲嘅醫療球啦，可能最常見一啲嘅物理治療就會用到啦，或者老人院會見到啊。另外一啲提舉嘅動作啊、弓步啊，呢啲其實咧都係模仿緊你日常嘅動作，去加強我哋全身嘅協調。咁啊，呢個叫做咧功能性嘅訓練啦。好，咁啊，呢一版咧都相當之重要，就希望大家咧做運動嘅過程之中咧，可以用自己主觀嘅感受咧去評估下你當前呢一個運動強度嘅一個量表啦，我哋叫做自覺歇息程度評分，英文叫做 RPE。咁你可以根據自己做運動嘅過程嘅攰啦、嘅喘啦、體肌肉嘅疲勞啦、心跳等等呢個感受，可以好主觀幫大家。幫自己打個分數，咁啊最常用咧，我哋就0到10分啦。
0分咧代表最輕鬆，而10分咧代表我好辛苦啦，我筋疲力盡啦，非常之吃力，冇辦法去繼續啦。咁呢個方法咧非常之靈活簡單，你自己幫自己打分就得噶啦，可以好方便咁去調校你運動嘅強度啦。咁我哋一般建議中等強度嘅運動咧，希望你哋維持到5至7分就 OK 嘅啦。咁每個人咧可以按照自己嘅狀況去打分啦。呢個就唔需要特別啲儀器啊，或者人哋幫你打分，因為係主觀打到分就得噶啦。適合大部分人咧日常運動去做參考嘅。譬如我一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我今日去游水，我有6個塘6個池，咁我可能一開始咧，我游水嗰陣時咧比較慢少少，個節奏慢啲嘅，可能係講緊2分左右。但係個2分咧，可能咧就冇咁辛苦，個程度比較低少少。我希望再有少少效果喎，咁我慢慢推高我辛苦程度，去到6分左右，然後就結束成個運動嘅過程啦。咁就啱啱好啦。咁下次咧，大家都可以活用呢一個嘅評分表，幫大家中意做嘅運動。做完運動過後或者做運動嘅過程咧，都係 keep 住幫自己打個分數，係唔需要全部運動咧都要去到10分咁辛苦。因為如果你程度太高嘅話，或者太辛苦嘅話，太吃力的話咧，可能咧會唔覺意咧增加咗你受傷嘅風險嘅運動傷害嘅風險。好啦，點樣去制定自己個人嘅運動嘅計劃？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啊，唔同嘅好處啊，又帶大家咧做一啲嘅熱身運動。希望大家完堂之後咧都可以咧試下學下點樣去制定個人嘅運動計劃啦。好啦，你定一個人嘅運動計劃咧，有5大嘅步驟，咁我哋就逐一同大家講。第一件事就係要有明確嘅目標啦。你開始建立一個運動嘅習慣之前咧，要知道自己要增肌啊，定係減脂啊，抑或想去改善大家嘅心肺功能啦，抑或我純粹係希望透過運動做一個放鬆舒壓嘅過程，釐清咗大家想法先。例子就係話，譬如我每個禮拜跑步3次，希望可以減到5公斤。然後強化大家嘅大腿嘅肌肉等等嘅，要知道自己嘅目標係要做啲乜嘢。好啦，第二件事啦，要了解下自己嘅現況先，評估下自己嘅體能狀況去到邊度，自己本身有冇做開運動，有冇啲運動嘅限制係唔俾你去做，唔俾你去揀，有冇啲運動嘅經驗你係比較熟悉少少，定係生疏少少？假設你本身可能有啲慢性病、有啲特殊嘅情況、有啲病況嘅話咧，就應該咧去問咗你嘅醫生、護士或者相關專業嘅運動教練啊等等專業嘅人士啦。咁另外你都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原則，我哋叫做 FIT 呢個原則去編排你嘅計劃嘅，包括講緊個頻率啦、強度同埋時間同埋個類型啦。我哋建議可能一個禮拜咧，你可能做運動咧就3到5次，咁每一次咧可以做中等強度嘅運動。咁到底講咗好耐啦，咩叫做中等強度運動咧？就係講緊你呢一個運動咧，可以同人哋進行啲對答，但係你感覺到自己嘅心跳有加速度，出到汗，辛苦嘅，但又可以唱唔到一首歌出嚟咧，呢個咧叫做中等強度嘅運動啦，或者以上劇烈運動都冇問題嘅。咁每次咧大概你要攞幾多分鐘咧，就可能最少要攞半個鐘頭去到60分鐘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大家視乎翻自己個體能嘅狀況去決定嘅時間啦。咁類型咧就好鼓勵大家咧可以用混合多元嘅方式去做嘅，包括做一啲嘅大用運動啦，之餘咧又可以做一啲拉筋啊、柔軟度嘅訓練啊，再配合埋一啲肌肉嘅訓練，咁就 very good 啦。好啦，咁啊第四咧，第四定一啲漸進式嘅進度啦，每2至3個禮拜咧，就可以慢慢提升翻你嘅運動量，譬如延長翻你做運動嘅時間啦，或者加強咗你個強度嘅。但係你都要留意啊，如果你 set 得太快嘅話咧，就驚大家個身體會有啲勞損唔舒服嘅情況啦。但係你 set 得太簡單咧，又驚大家又好難去見到個效果。咁啊呢個位咧，就大家要斟酌啦。好啦，第五啦就係監察同埋調節啦，大家可以記錄翻自己運動嘅情況同埋感覺啦，必要時咧按翻自己體能狀況同埋身體嘅反應咧作出一啲嘅調整嘅。咁啊定期咧可以測量下你嘅心率啦、你嘅體能嘅表現啦同埋體態嘅變化嘅。好啦，咁我想講多少少咧，長者做運動嘅4部曲，會簡單少少嘅。第一，你嘅目標一樣都要好清晰。我希望自己行路
冇咁全啦，瞓得好啲啦，或者我希望自己冇咁容易跌啦。安全同穩陣咧係最緊要嘅。鍛煉之前或者建立一個新嘅運動嘅形態之前咧，記得要問咗你嘅家庭醫生嘅建議先。咁第二啦，大家咧可能都要揀翻啲適合嘅運動嘅衣着啦。地下咧要確保係唔會令到大家做運動嘅過程跣親嘅。最好咧有朋友仔或者屋企人陪住你一齊做運動。好啦，做一啲簡單同埋易做到嘅運動，每個禮拜可以做3至5次啦。咁包括啲咩呢？快步行，每日可以做到幾多啊？20至30分鐘，相信大家可能出街買餸都做到㗎啦。將呢個運動嘅習慣融入喺生活當中。咁我坐住做啲用啲拉力帶，做啲拉手提腳嘅小動作。呢啲動作你喺屋企你睇緊電視都已經可以做到㗎啦喎。好啦，第三啦，大家可能比較中意咧做一啲伸展啦，一啲太極嘅動作啦，咁呢啲動作都對你哋非常之有幫助嘅。譬如呢啲扶住張凳啦，做一啲前蹲、深蹲嘅動作咧，其實咧可以加強大家一個平衡嘅力量。等到大家年紀慢慢增長嘅時候咧，個平衡力會保持喺度啦，同埋冇咁容易跌啦。好，第四啦，就係唔好逼自己啊，各位，自己嘅感覺舒服係最緊要嘅。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好咁樣享受做運動嘅過程，唔係逼住大家去做嘅。咁可以用頭先剛才講嘅0至10分啦，呢度係講緊0至10分啊。問自己咧，你辛苦嘅程度去到幾多啦？記得係維持一個適當嘅強度就更加好啦。譬如話，我心跳有加速度，我出咗汗喎，阿 Sir 我有啲少少辛苦喎，但係我可以同你講到嘢喎，咁呢個 level 咧就啱啱好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哋講咗咁多有用、實用嘅運動嘅知識俾大家啦，健康嘅知識俾大家啦。咁而家咧就同大家做少少主要嘅運動，做一個運動示範俾大家啦。大家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下咧，跟住我哋一齊做少少運動，將啲知識帶翻走。
好啦，咁啊，大家翻嚟，我哋做完剛才做完啲運動啦，咁跟住咧，我哋會講多少少帶氧同埋肌肉嘅訓練嘅目的係乜嘢啦？咁咧，首先咧，帶氧嘅運動咧，我哋目的咧係增加我哋嘅耐力啦，增強我哋心肺功能啦，同埋燃燒我哋嘅脂肪。咁佢最出名嘅目標係咩咧？其實可以幫我哋 keep fit 減重。咁每個禮拜咧可以累積咧至少做150分鐘嘅中等強度嘅帶氧運動。咁啊，建議每個禮拜做3至5次啦，而每次至少30分鐘。而啱啱開始運動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拆散每10分鐘咧做一個小段，然後再慢慢增加你運動嘅持續時間嘅，就可以拆散嚟做，咁啊冇咁辛苦嘅。好啦，阻力嘅訓練咧，就係講啲乜嘢咧？就可以改善你嘅肌肉啦，同埋脂肪嘅比例，咁啊提升大家嘅代謝嘅能力啦，加強咧燃燒熱量同埋減肥嘅效果喎。咁另外比較緊要少少就係話咧，可以增強你嘅肌耐力同埋你嘅肌肉力量，咁啊可以減緩你老化啦，同埋身體退化啦，同埋減低你將來咧日常生活之中受傷同埋跌親嘅風險，相當之重要。好啦，每個禮拜啦，應該要做幾多次嘅阻力嘅訓練或者運動咧？每個禮拜咧，其實可以做2至3次嘅阻力訓練，最好咧就係隔日去進行嘅。開始嘅時候咧，你可以循序漸進咧，去慢慢增強你嘅訓練，唔需要一定要去到健身室，或者你喺屋企咧用一啲嘅有阻力訓練嘅工具咧，一啲嘅運動嘅器材咧，一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好啦，最後啦，緩和同埋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咁啊，緩和嘅動作咧，緩和嘅運動咧，其實咧目的咧就係令你嘅身體咧由一個運動嘅狀態咧，慢慢過渡去一個靜止嘅狀態，可以令你嘅肌肉咧放鬆，而減低身體酸痛嘅機會。大家可以用5分鐘、10分鐘嘅時間咧，去做一啲簡單而輕鬆嘅緩和有氧嘅運動，亦都可以選擇咧用5至10分鐘嘅時間咧做啲靜態伸展嘅運動。譬如呢啲以下呢幾幅圖啦，一啲胸背嘅伸展運動啦，下肢嘅伸展運動啦，或者啲核心 core 肌群嘅伸展嘅運動啦。好啦，嚟嘅時間咧，我都會同大家咧做一啲嘅緩和同埋啲伸展嘅動作，教下大家點樣為之做運動嘅三大嘅步驟，就係熱身啦、主要嘅運動啦，同埋緩和及伸展嘅運動三大嘅步驟。最後一步咧，教埋俾大家。大家好，我係物理治療師 Leo。跟住個運動啦，咁就無需要任何嘅儀器，只要跟住我哋一齊做咧，咁就已經可以啦。第一式左右兩側，當中咧，我哋將頭部向右方側，可以將你哋嘅左手捉住個凳廳，應該會感覺到咧，你哋左邊嘅上斜方肌會有拉緊嘅感覺。如果未夠嘅話咧，可以將你哋嘅右手擺喺頭部嘅外側，然之後慢慢拉落去，維持住16秒。1、2、3、4。2、2、3、4、3、2、3、4、4、2、3、4，之後慢慢翻中間。記住拉緊嘅過程裏邊咧，去到最盡嘅時候都唔好錯，如果咪就有機會拉傷噶啦。咁我哋去另外一邊，1、2、3、4、2、2、3、4、3、2、3、4、4、2、3、4。好，慢慢翻中間，另一邊，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中間，另一邊，1、2、3、4、2、2、3、4、3、2、3、4、4、2、3、4。好，慢慢翻中間，大家做得好好，去到最尾一組啦。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中間。另一邊，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中間。第二式
膊頭運轉。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就將個膊頭向後夾，但係咧我哋就可以放鬆個上膊，唔使縮起嘅。你會感覺到咧個雞翼骨中間嘅肌肉咧有繃緊嘅情況，亦都唔需要特登向翻前啦。如果咪有機會導致圓肩嘅情況，亦都即係咧個膊頭過分向前傾，導致膊頭嘅筋腱，例如綱上肌受壓。咁如果咪就會導致膊頭係唔舒服噶啦。咁我哋事不宜遲，開始啦！1、2、3、4，2、2、3、4，3、2、3、4，4、2、3、4，1、2、3、4，2、2、3、4，3、2、3、4，4、2、3、4，1、2、3、4，2、2、3、4，3、2、3、4，4、2、3、4，1、2、3、4，2、2、3、4，3、2、3、4，4、2、3、4。第三式敞開心扉，跟住咧，我哋將個手踭屈曲90度，手指公遞高，俾個讚好大家。手踭黐實，然之後將個拳頭咧向外擘開，會感覺到咧去到最盡嘅時候，膊頭後面嘅肌肉可能少少繃緊，亦都係感覺到胸肌前方肌肉拉緊嘅情況。然之後慢慢翻嚟。好，我哋開始啦！1、2、3、4，2、2、3、4，3、2、3、4，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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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2、2、3、4，3、2、3、4，4、2、3、4。第四式左右揮舞。咁我哋咧而家將個手臂遞到膊頭咁高，然之後咧就向你哋嘅左邊伸直你哋嘅左邊嘅手臂，而咧右邊咧就屈曲。記住成個過程裏邊咧放鬆你哋嘅上膊，然之後去另外一邊。好，我哋開始啦！1、2、3、4，2、2、3、4，3、2、3、4，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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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2、2、3、4，3、2、3、4，4、2、3、4。第五式展翅呼吸。咁呢個運動咧，我哋就會企喺度做嘅。首先啦，將個手掌面向前面，然之後咧將佢向前斜方去到遞高。呢個時候吸氣，落翻嚟嘅時候呼氣，記住放鬆個上膊啦，去到保持一個吸呼嘅狀態。1、2、3、4，2、2、3、4，3、2、3、4，4、2、3、4，1、2、3、4，2、2、3、4，3、2、3、4，4、2、3、4，1、2、3、4，2、2、3、4，3、2、3、4，4、2、3、4，1、2、3、4，2、2、3、4，3、2、3、4，4、2、3、4。第六式熱烈招呼，我哋膊頭咁闊咁樣企，然之後將隻手遞高，去到最高，冇膊頭嘅唔舒服咁就好啦。然之後向你哋嘅右方傾斜，盤骨咧就避免向左擺。應該感覺到咧，你哋左邊嘅腰部嘅斜邊嘅肌肉咧，佢就有拉扯嘅情況。我哋吸氣，然之後呼，你會發覺可以拉扯得多啲嘅。
然之後我哋維持住16秒。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中間，然之後另外一邊，吸氣，呼，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中間。好，重複。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中間。重複。1、2、3、4，2、2、3、4，3、2、3、4，4、2、3、4，翻中間。1、2、3、4，2、2、3、4，3、2、3、4，4、2、3、4，翻中間。1、2、3、4，2、2、3、4，3、2、3、4，4、2、3、4。第7式弓步扭動。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將隻右腳踏前，左腳就喺後面啦。然之後我哋望住左腳嘅腳踭。喺個過程裏邊咧，確保冇暈眩嘅情況。然之後會感覺到左下方嘅腰部肌肉同埋右邊上背嘅肌肉有拉扯嘅感覺。維持住1、2、3、4，2、2、3、4，3、2、3、4，4、2、3、4，慢慢翻原位。今次咧，我哋就會踏隻左腳向前呈現弓步，望住右邊嘅腳踭，重複。1、2、3、4，2、2、3、4，3、2、3、4，4、2、3、4，翻中間。重複另外一邊。1、2、3、4，2、2、3、4，3、2、3、4，4、2、3、4，翻中間。另一邊。1、2、3、4，2、2、3、4，3、2、3、4，4、2、3、4，翻中間。另一邊。1、2、3、4，2、2、3、4，3、2、3、4，4、2、3、4。另一邊。1、2、3、4，2、2、3、4，3、2、3、4，4、2、3、4。第8式左右開弓。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會牽涉單腳企嘅動作。如果平衡能力或者下肢肌肉能力咧唔係太好嘅朋友仔咧，就建議扶住穩陣嘅凳去到做呢個動作啦。我哋先將個大髀提高去到盤骨嘅高度，然之後將佢慢慢擘開，再翻嚟。喺個過程裏邊咧，會感覺到大髀內側嘅肌肉拉扯。如果發覺盤骨裏邊咧有刺痛嘅朋友仔，可以將個大髀唔好提咁高。咁我哋而家起動啦，1、2、3、4， 2、2、3、4， 3、2、3、4， 4、2、3、4， 1、2、3、4， 2、2、3、4， 3、2、3、4， 4、2、3、4， 1、2、3、4， 2、2、3、4， 3、2、3、4， 4、2、3、4， 1、2、3、4， 2、2、3、4， 3、2、3、4， 4、2、3、4。好啦，翻嚟啦。咁啊，去到課堂嘅最後嘅階段咧，咁我頭先一開始咧問咗五條小問題俾大家噶嘛，咁大家咧又可以同我講個答案啦。咁我都同大家講過個正確答案係啲乜嘢啦。好啦，第一題啦，唔中意做運動嘅人咧，比較大機會又會出現咗咩嘅毛病啊？各位係啦，有啲心血管嘅疾病啦。我哋課堂喺中間都同大家講到啦。好啦，做運動嘅時候咧，要着啲咩衫啊？
係啦，舒適同埋透氣嘅運動衫啦。嗱，最緊要咩咧？做咩運動咧？揀翻咩相應嘅運動服裝啊，各位。好啦，第三啦，邊一個咧係練我哋嘅柔軟度啊？係啦，就係拉筋啦。好，第四題啦，邊一個運動咧可以提升我哋嘅心肺功能？係啦，有氧嘅健身操啦。好，第五，邊一個運動咧可以鍛煉我哋嘅肌肉嘅力量咧？嗱，如果你三揀一嘅話咧，就一定係 B 嘅啦，冇錯啦。OK。好，去到今日嘅課堂嘅最後啦，咁其實咧，我哋社區健康教育計劃嘅團隊咧，都整咗好多唔同嘅運動健康嘅影片俾大家嘅，係啊，因為都明白大家咧，可能咧上完堂之後咧，可能咧未咁即係記唔到啲動作啊，所以我哋都整咗一系列關於運動健康嘅影片俾大家。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咧，可以掃描我呢一幅圖嘅 QR code 呢個二維碼。咁啊，可以喺 YouTube 度咧，我哋可以睇下啲片啦。咁你哋就可以喺屋企啦，或者喺戶外嘅環境咧，可以跟住我哋一齊做嘅。咁啊，同時都同大家講就係話咧，開展一個新嘅運動，或者建立一個新嘅運動嘅習慣之前咧，最好問一問專業人士嘅意見喎。好，咁今日你嘅課堂咧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咧好好去享受一啲運動帶嚟嘅樂趣，慢慢建立運動嘅習慣啦。最後咧，記得循序漸進，同埋咧要適量嘅休息。好，今日課堂咧就嚟到呢度。